由教育局、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科學館合辦嘅香港學生科學比賽2026日前舉行咗頒獎禮。由於今屆比賽主題係極端天氣，所以初中組同高中組嘅發明品同研究項目都廣泛以應對氣候挑戰進行創作。最後高中組發明品冠軍由保良局何蔭堂中學嘅鄭水玲獲得。研究項目就由加密柏語中學嘅深度求索智能抗菌環保膠布奪冠。至於初中組發明品同研究項目，無獨有偶都係女校摘下冠軍頭銜，分別係聖保祿學校嘅魚子同協恩中學嘅金槍玉果。頒獎禮上，教育局長蔡若蓮博士讚揚同學都識得喺生活之中發現科學現象，再善用創意思維同創新科技解決難題。跟住嚟睇下幾組冠軍作品。首先，高中組發明品冠軍嘅鄭水玲、何蔭堂嘅同學用咗基因改造嘅大腸桿菌，借助佢吸收水中細菌後變色效果，再經人工智能視覺系統自動偵測水質。研究項目嘅深度求索智能抗菌環保膠布，加密柏語嘅同學就用蟹殼中嘅楔進行發酵成楔道銫，再經人工智能設計成既抗菌又可生物降解嘅膠布。至於初中組發明品冠軍嘅魚子，係一部流動式廚餘製紙機，可以用植物纖維式廚餘整再造紙。聖保祿嘅同學表示，一個鏟大概做到6張 A4 紙。而研究項目冠軍嘅金槍玉果，協恩嘅同學就研究用堅果殼中嘅纖維加入紅海藻嘅卡拉膠，做成玻璃隔熱薄膜，適合貼喺窗門或者加入水泥入面，幫大廈隔熱。比賽仲有好多優異作品，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親身睇下，5月9號可以去到香港科學館地下展覽廳，當日就會有作品嘅公開展覽。